神舟23號飛行乘組今日朝早喺酒泉衛星發射中心會見記者。39歲擔任今次任務指令長嘅朱楊柱表示，作為指令長，將做好各項準備工作，帶領團隊零差錯，圓滿完成今次飛行任務。神舟23號嘅3人飛行乘組喺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問天閣亮相。擔任指令長嘅朱楊柱係第2次出征太空，對使命感到光榮。我們深感使命光榮，責任十分重大。這不是說簡單的數字疊加，而是對我們生理、心理、應急處置、協同、配合以及在軌的工作、生活能力等全方位的考驗。作為指令長呢，我想的最多的是該如何做好各項準備，如何帶領團隊零失誤、零差錯的圓滿完成飛行任務。香港被問到點樣評價兩位隊友，朱楊柱話：呢個係全新嘅乘組，有航天駕駛員，有航天飛行工程師，仲有嚟自香港嘅首位在學專家。雖然佢哋喺專業背景、經歷、閱歷上不盡相同，但年齡相仿、性格相近，亦都有好多共同語言。朱楊柱喺執行神舟16號任務歸來之後，迅速投入備戰選拔。今次出任指令長，意味住責任嘅升級。面對全新嘅團隊同埋新嘅任務特點，朱楊柱早前話：佢嘅目標係喺乘組配合上做到優勢互補、團結一致。作為第3批航天員之中嘅首位指令長，同時亦都係首位航天飛行工程師擔任指令長。朱楊柱對即將到嚟嘅任務充滿信心。根據任務嘅規劃，神舟23號飛行乘組將有1名航天員執行為期1年嘅駐留試驗任務。雖然人選仲未確定，朱楊柱已經從身體狀態、心理調適等方面為呢一項艱巨挑戰做好準備。鳳凰衛視綜合報導。